刷落来是道看咱的代数理解的题型，有图片和纯音档两种选项类型。因为每一个对话理解的题目都比较长，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记忆跟理解，所以我们要利用题目会播放2次的机会，分阶段来解题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：首先，先看图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什么选项，让自己有心理准备。听第一遍的重点，我们要放在题目最后问什么，因为音档在第一遍播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来不及听清楚全部的内容，所以可以先记下最后的问题。等到听第2遍的时候，重点就要放在前面对话的内容关键词，才能顺利的选出答案。现在我们就利用刚刚的策略来做这道图片题。先来观察一下下桥里3种图。第一种念起来只是做台语，第2种是风景台，第3种是落雪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第1遍的音档。前几日雾落抹黑，天公照念床希望。嘿啊，天公天板天课啊！창문做乜解没天板天课？大家还记得我们听第1遍音档的时候，重点要放在哪里吗？就是最后的问题。창문做乜解没天板天课？为什么会停班停课？所以我们第2遍在听的时候，就要去对话里面找停班停课的关键原因。前几日雾落抹黑，天公照念床希望。音档说前几日雾落抹黑，前几日雨一直下，最有可能导致停班停课的原因就是水灾。所以，去外头第1种图。